公车停的免费无线上网，但是操作以后实际测试，发现显示说错误呢 ，DNS 伺服器还是什么错误呢？连测试器测速度都0了，都没有在跑，竟然无线上网 WiFi 会显示错误啊！哎，公车停无线上网，竟然呢实际测试。在盐水啊，北竹埔公车亭这边竟然 WiFi 无线上网显示错误哎，手机画面、荧幕画面显示错误。北边就是那个下寮了，到茄东了，往红臭寮了，再往北番雅里中寮了，在东边大庄。